陛下，有人放火。你放的吧？我是来护驾的。护驾？火呢？灭了。灭了护什么驾？臣担忧陛下安危啊！百姓，进来。我检查的仔细一点，一点火苗都不要留。您看这火折子，火折子，这火像是人为的呀。这火起的确实蹊跷，要是真有刺客，此处高悬崖壁，最难防范。哼，陛下还是回京都暂避一下。朕这一生什么样的风浪没经过，一把没燃起的火，就给你吓成了这个样子。陛下一生遇刺43次，从未退。所以陛下今日旨意还是不退，还不服啊？完全不服。你这是抗旨？不是我想抗旨，遇到今天这种情况，在场各位都想抗旨。我没有。陛下是庆国之主，也是万民之主，一人身系天下安危。如今悬空庙有自杀风险，陛下下旨不退，这旨意我等要是接了，才是对陛下忠诚不绝对。所谓忠臣，就是即便抗旨，也要护陛下周全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谢了，谢了。真是美不胜收啊！陛下不妨问问几位殿下是否和臣想的一样？父皇，范闲说的不无道理。陛下一人系天下安危，不可不察。你们可是真能说呀！句句肺腑之言。奇怪，范建怎么教出你这么个儿子？回陛下，臣在儋州长大，无人教导，野蛮生长。你前半生受了不少苦，但是你自打到了京都，可谓是意气风发，所以长辈不欠你什么。陛下说了算。好了，别再摆朕的兴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吃酒赏花。来，我们喝上一杯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把李承则禁足了半年，满意了吧？我哪敢？去，和他喝一杯。殿下，你我之间不是私怨，该满意的也是国法，并不是我。你我之间总要做个了结，等着那一天，来日方长，指日可待。陛下，那喝完了。有刺客！保护陛下！保护陛下！快救！保护陛下！
陛下。听说四顾剑有个弟弟自幼离家出走，抓着他，我倒要看看这兄弟二人是不是痴呆之徒。守好陛下。你草率啊！有刺客！快去保护陛下！保护陛下！ 陛下，怎么范闲一个人追过去了？你怎么不关心朕的安危啊？陛下气运如钟，自然有惊无险。可我儿子……别担心，进位封山，范闲不会有事儿。可是，来，陪朕赏花。 怎么样了？陛下，有些麻烦。他不就是中了一刀吗？刀上有毒，解毒啊！是什么毒还不清楚。之前呢，臣曾经去过范府，就已经发现他内息紊乱、经脉逆行的状况。回到太医院，臣查了不少的医书，这才判定，小范大人的真气是不受控制了，造成了内息逆行。这一战，小范大人真气失控，遭受了外伤，又中了毒，这每一样
都是要命的，更何况集于一身。你确定他的真气荡然无存了？臣确定。那会怎么样呢？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找一个跟他练同样真气的人，让那个人消耗真气，重整小范大人的经脉。虽然这样那人的真气会受损，但是毕竟是救了一条性命。同样真气的人，是在这个世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啊，那就难了。那你就陪葬吧。啊，陛下。陈平平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陛下，他说了3名刺客的身世，还有呢？他还说这场火有可能是陛下自己放的。哼，这个老东西。还说什么？还说陛下这么做是想赶走叶家。与叶家无关，但是与叶家的一个人有关。叶流云，叶流云在江南，听说是云游天下。朕给他下了12道密旨，让他回京都，他居然置若罔闻，抗旨。对，抗旨。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大宗师，这些人现在非常人所能匹敌。四顾剑，一人一剑，守东夷城数十载。100万雄兵难以靠近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大宗师。这些人置王法于不顾，视规矩不愤的。你说他们还是人吗？是战略性武器。错，武器没有喜怒哀乐，可能束缚他们的也只有人性了。这些所谓的大宗师，其实是这世上的顽疾。那您还赶走叶家？我是想看看叶流云是否还有所谓的亲情。那他要是真急了，怎么收场？他叶家还有人在京都啊。叶灵儿，只要是有人在，就留有余地，不是吗？叶灵儿之所以留在京都，是因为和老二的婚约。您从赐婚那天就想到今天了，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降空庙朕腹背受敌，你放下了朕，去救老三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时那一剑，臣要是不挡，3殿下可必死。那在你的眼里，朕的命还不如老三。前有剑，后有刀，臣只能挡一个。当时看来，那一剑威胁更大，救3殿下，只不过是顺势而为。你完全可以拿老三当挡箭牌啊，你就不至于受伤吗？事发突然，臣来不及想那么多，只想着当剑救人。
你好生歇息。等你好一些，朕带你去一个你想去的地方。陛下，这是哪儿啊？这个地方你早该来。这有一个你需要见到的人。什么人？随我来。你还是那么的年轻，可我却老了。好好看看，这是你母亲生前留下的唯一画像。那个时候，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，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让秦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光。陛下，五竹的功力远在神庙使者之上，就算属下利剑破甲，再用新功，还是被他逃脱。五竹伤重，不知所踪。依臣所见，能击败五竹的，只有大宗师。神庙使者，非肉身凡人。那又怎么样？
照样得死。烧了他。是。来，看那片菊花，就是你娘当年亲手种下的。悬空庙那些花都是从这儿搬的。嗯，每次赏花，您都带着它。他喜欢呢。他喜欢花，他喜欢所有活着的东西。为何画像上的我娘如此年轻？哦，那张画像是当年朕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这样。您很想他，所以呀，所以我把内裤交给你，就是因为你是他的亲生骨肉，在这个世上，只能是你。我像她吗？没她漂亮，但是内心很相似。我没她那么勇敢。记得当年他跟朕说过，皇帝这个差事不好当，要有强大的内心和坚强的意志，所以有些东西是要舍弃的，包括最珍贵的东西。朕把你放在儋州这么多年，让你受了不少委屈，吃了不少的苦，别怪罪朕。陛下，臣不太清楚自己父亲是谁了。还用问吗？这样的仙女也会动了凡心，最后嫁入了南庆皇室。嫁的哪位？当时的王爷，也就是如今的南庆皇帝。嫁的是庆帝。陛下，我要跪吗？你想跪吗？不想跪，就不跪。叶青梅还为庆帝怀了个孩子，是庆帝的孩子。算起来，他和你年纪相仿。儿臣，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。正月18。正月18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感谢陛下，我终于有生日了。好好养伤，等伤养好了，下趟江南，去看看你娘给这个世上留下的东西。
很高兴认识你。有遗憾，我来晚了。我们错过了。娘，哥，我看过了，外面没人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是陛下第一次承认我是他的儿子。毕竟血浓于水，在他面前，我的每一句回答都恰如其分，有如沐之情，也带着一丝感动。哥，但这些都不是真话。叔叔，我一直在表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害怕。害怕？是害怕陛下骗你？不完全是。我能感觉到他的情感是真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在这真情实感之外，还藏着另一个他。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如果真是父子情深的话，这些话他第一次见我就可以说，但他一直冷眼旁观，看我京都遇险，看我远上北齐，看春闱，看大婚，一直看到今天。或许是悬空庙救驾，陛下感动了。所以有没有真情，还得先看我的表现，是不是他的儿子，先看有没有资格。叔叔，陛下你见的没我多，但我就问你，咱们爹会这样吗？不会。哥，你这样说，陛下像是在权衡利弊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不知道这种观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又会持续到什么时候。我也不知道对他来说究竟是情感重要，还是价值重要。而这样的我，到底算是儿子，还是棋子？当然了，也有可能这些都是错觉，是我想多了。女人的直觉不会错。我是男的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的直觉不会错。哥，若陛下真这么可怕，等你伤养好了，咱们回儋州吧。京都太累心了。叔叔，以后我恐怕不能再动不动就想逃回儋州了。我认真考虑过了，我要下江南，但不是因为陛下的命令，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，是因为我发现我这辈子除了想要混吃等死、富贵平安之外，还真是有一些必须由我来做的事情。婉儿，婉儿，婉儿。你就是那个吴竹书。
快让范闲去江南，去三大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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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，我是五竹。你受伤了？是的，从现有条件推算，我入宫没有生路，所以由你转告范闲。是谁在针对你？很多，整座京都都不安全。我哥是不是你杀的？是我。我要杀了你。可以，理解。我伤得很重，从现有条件看，你要杀我，现在就是最佳时机。我一定要杀了你。可以，理解。让范闲去江南，让范闲去江南，去三大，去三大，快让范闲去江南，去三大房。我要杀了你，但不是现在。去江南，去三大房。为什么？范闲马上要下江南，奈何他现在内力全失。我娘还有我二表哥，绝对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。你的命暂且搁放，因为他需要你。你确实值得信任。危机之后，你我之间不死不休。成交。当范闲不再需要我的时候，我的命给你。没想到啊，一眨眼，南下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多少年没出来过了，早该出来透透气了。说的是啊，虽然我人回到了京都，但我心里总是想着塞外的风光。听你们这么说，离开京都，好像是件很诱人的事儿。你还小，长大就知道了。哎，为这大好河山，咱们一起喝一杯如何？走。来，哎，这送别的阵仗，未免也太大了些。以咱们这关系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殿下仁爱之心，感人之极。范闲啊，殿下礼贤下士，你可不能忘了君臣有别。陈皇姑，多谢太子，也多谢几位殿下。你干什么？老师的礼，我不能收。别捣乱。哎，正好几位殿下都在，我也借这个机会跟你们诉诉苦啊。诉苦？说实话，我这个儿子做的不怎么样。几位也都知道，我在儋州长大，不久前才回了京都。虽说一直住在范府，但心里总有事藏着，过不去，心里发慌。什么事儿啊？说出来听听。我替你做主，为什么慌呀？回来这么久了，还没进过范家祠堂，这像话吗？心里能不慌吗？临别在即，胆子也大了，
父亲大人，正好几位殿下都在，也帮我做个见证。等孩儿从江南回来，怎么也该进祠堂，磕个头，上炷香。想清楚了，进了祠堂，入了族谱，你就真姓范？这话说的，我本来就姓范。差事先办完，其他的回来再说。嗯。放心，这见证啊，我替你做。多谢太子。真行，以退为进，既断后路，又换前程。二哥，这是什么话呀？真心话，佩服他，敬你。真气没了，南下要小心。真气没了，好过大势已去。别出意外，我等你回来。拿下江南，是拿回。嘿，这觉悟。护好三弟。三殿下不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吗？父皇让他跟着你。为徒者，当为师长执鞭坠镫。父皇恩准，与老师同行。去吧。有什么难处，飞鸽传书。不行，我就跑一趟。你还得坐镇禁军呢。大不了一撸到底，反正也掉不了脑袋。别老想着跑，京都也需要你这样的人。照顾好陛下。是。奴才分内的事儿。江面上风大，爹，你们也回吧。江南名家代掌三大房，人脉深远，是真正的地头蛇。此次南下，成是最好，若是不成，直接回家，大不了什么都不要。范家养得起儿子。哎呀，知道了，爹，我送你下船。嗯。怎么了，爹？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我又不是第一趟出远门了。啊，这个……哎呀，行了，我替他说吧。就祠堂的事儿，你是当真还是……老范啊，老范，你这个人真的是……怎么着？我现在就给你行个叩拜大礼呗？别！哎呀，受不起小范大人。哎呀，平时看你那一套看惯了，我现在见到行大礼，我也不习惯了呀。哎，你就按照你喜欢的来吧。啊，我的来。我从小姓范，将来也是。等你回家，照顾好自己。范大人，船马上就该起航了。知道了。是。
都记着。你送我的这片星空，它一直都在。大人，您大病初愈，先别动，带我去看看。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沙洲水师守备许大人略备薄礼，敬请小范大人笑纳。这是干嘛的？这听着像送礼的呀！沙洲水师守备，你在这支应着，我去问一下大人。敬请小范大人笑纳。沙洲水师守备，许大人有礼相送，请小范大人笑纳。你是哪儿的？啊，许大人，水师守备，这是许大人的一点心意，请大人笑纳。啊，好，来人，把这个箱子拉上来。啊，谢大人，谢大人。慢点。水师守备，记住了啊。小心！慢点啊！好，那辛苦了啊！那谢谢大人了，祝小范大人一路顺风，小的就告退了。慢走，来，走。沙洲知府姚大人略备一些薄礼，祝小范大人一路顺风，前程似锦。好啊，拉上来。哎，这还一个连一个的，去拿个本儿，得详细的记录下来啊。好。小心啊！沙洲知府啊，姚大人。小心！哎，好，辛苦啊！那慢走，下官告辞。慢走啊！州局署李大人，说礼，孝敬小范大人。沙洲司事孙大人，孝敬小范大人。这还连成片了，兄弟，给我拿把椅子过来。你是哪儿的呀？你这箱子可是有点小啊！才到沙洲，收这么多礼啊？嘿，殿下，这说明啊，咱陛下的大庆啊，那是物华天宝啊，这人才辈出啊！原来如此。王兄啊，怎么有字不会写啊？那倒不至于。我是说，这么收礼不合适吧？大人在京都查贪腐清吏治，如今这个做派，怕是要遭人诟病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船上都是自己人，你们嘴严点，别让宫里知道。殿下，这话怎么也不该您来说吧？这是啊，你跟着大人时间短啊，但是你记住一句话。大人吩咐什么，咱们就做什么。大人从来没让人失望过，记清楚。清楚。看那边。老师，你快来看啊！这也是来送礼的。看这穿着可是不像送礼的，这倒像是拦路鸣冤的吧？有可能，大人也算钦差，
拦路告状这种的，戏文里都有。大人，要不要让拦一下？从南下我就在想，要是明家不想让我接手三大房，会怎么应对？您是说，这是明家的手段？看看呗。哦，不怕啊！好，马上就到了。听说二位带了长公主殿下的手令啊？殿下有何吩咐？明家家主，明清达。是我。敢问阁下怎么称呼？你刚才在上面干什么呢？嗯？啊，昨夜落风雨。昨夜落风雨，燕子从梁上掉下来，小鸟还不会飞，如果不送上去的话，又是一条性命啊！燕子窝，请坐。哈哈，来，请坐吧。一路快船接快马，屁股都快磨破了，一坐硬了就生疼。请用茶。过了。何事过了？明家这财力又是捞鸟窝，又是破衣袖，装的有点过，刻意了。哎，明王啊，一是心肠软，这二来吧，不在意钱财。有道是啊，家财万贯，不如这粗茶一杯，心中宁静啊。瞧这虚伪劲儿，云淡风轻的，就是比京都强。还未曾问过，阁下如何称呼啊？李承泽。二殿下。别跪了，起来吧。抱病来的江南，京都不知道，不浪费时间了，直入主题。殿下请讲。范闲南下，宁家打算如何应对？吃葡萄，吃葡萄？啊？哦，吃不到，还真有趣儿。你不是明家家主吗？事情太大，得等家母定夺。那就一块聊呗。都听了半天了，出来吧。母亲，老身一介女流，若非殿下召见，
本不该抛头露面。你才是明家家主，大事小事你自己做主就是。若无母亲教诲，孩儿内心慌张。你这孩子，你都多大了？要我这个老太婆照顾多久？母亲长命百岁，比我长远。你呀，给你缝缝。感情这云淡风轻是家传。殿下问明家如何应对范闲，其实很简单。明家常年为长公主，也为殿下效力。殿下希望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我希望三大房留在明家手中。好，这谈妥了。殿下吩咐，明家照办。只是有一个难处啊。说说看。小范大人坚守内库，是陛下的旨意。明家一个白身，如何抗旨？哎呀，难呐，殿下。我都觉得难。三大房再值钱，也不必为他搭上身家性命，更何况大不了改投到范闲门下，在哪儿当狗不是狗啊，是吧？我是不是言辞粗俗了？殿下，明家绝无改投门庭之意，只求殿下指条明路。抗旨哪有明路啊？要有的话，我先走了。殿下，说个意思。二位啊，明路的确是没有了，万幸我给二位断了后路。郑明恩家有3子，领取赏银。明家下发悬赏令，募集各路豪杰，报名者皆可领取赏银。家有2子，明家下发悬赏令，募集各路豪杰，报名者皆可领取赏银。年纪尚幼，领取赏银。张普今有1女1孙，领取赏银。张辅之今有2女，1郎仆，领取赏银。王夫人家有1女1子，年纪尚幼，领取赏银。我说这大爷们，咱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问您一下，咱这干嘛呢？没看见吗？在劫船呢。啊，劫船？劫船？劫船不得上来劫呀？上不来啊，太高了。哎，来几个人，给他们下个梯子。哎，对，弄个梯子下来，弄个梯子下来。抓稳了，扶着点，扶着点，哎，小心啊！明家悬赏令，要杀范闲。我听闻，明家在江南黑白通吃，这悬赏令一下，各路豪杰趋之若鹜，那画面，我真想瞧瞧。
明家从来没有发过什么悬赏令，我替你们下的。从此以后，你明家与范闲只能是你死我活。好一个断了后路！都什么时辰了？啊，过午时了。我说我这个头怎么晕晕的呢？殿下见谅，老身精力不济，每当这个时候啊，就得睡个午觉。那就休息吧。其实还有条路啊！你二人找批高手蜂拥而至，把我杀了，拿我的人头送给范闲，这死局就算是解了。开玩笑，别当真。快休息吧。母慈子孝，这画面我看着都想哭。哎，您歇会儿，您家出了这个悬赏令了。是的，但凡砸船劫船的，都给赏钱。听起，那你们这不成了水匪了吗？不是水匪，水匪不来，毕竟是官船呐，要钱总得要命，不是？那你们也知道这是官船，那你们就不要命了？哎呀，我们没得选呐。为什么？江北遭灾了，我们都是带着一家老小到江南来逃难的流民呐。要不是民家，我们恐怕都饿死喽。你说你们都是江北的灾民？是啊。那江北赈灾的银子已经调过去了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韦大人，我们是想回去啊，就怕在路上饿死了。那这么说，是明家救济了你们？是啊。那明家这算是行善了？是行善吧？反正我们这些流民都在明家干活，开荒、修路，没人干的活都干，白天黑夜，没日没夜的干，不给工钱，就给口饭吃。官府怎么说？官府给明家送了个大牌匾，怎么写的？行善积德。夏大当家，这灾民都上去了，咱们水寨是不是也得冲一波？水寨这会儿冲上，这些灾民就真没活路了。这都砸船了，这会儿必然死定了。哼，再看看，看范闲应对。大家都别急，人到了江南，就不差这一时半会儿。李承泽，这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啊！这就是你要说的？家中定有人暗投李承泽，不然悬赏令是发不下去的。谁是家主？我族中生变，家主难辞其咎，我该受罚。